台南市议员林美燕表示，台南市政府印花中心员工大约有1800人，一天车公的民众有1700人左右。不过周边停车也是一大问题，议员更加以机车停车价的问题，希望秘书处爱改善。1公里接的汽车多，但是我认为说摩托车的使用率也非常非常的高了。但因为你在规划的第一，它空间不足；第二，你的规划动线可能不是很 OK 啦。往往就是民众到了就是1000没有停车格的情况之下，他还是必须要硬塞。所以硬塞你挤我摩托车有你如果硬塞的话，有时候你牵。看的金价不方便啦，非常非常不方便啦。那造成民众认为说，我去洽公的时候啊，这个就是没有一个友善的空间啦。所以你应该去好好的去规划我们摩托车这个是停车的问题啊，去面对它啦。不然如果是你看一天的3500至4000的人在那边进出啦，列摩托车的动向如果规划不好的话，是不是？会让人家一开始就感觉不舒服。摩托车的路面但是这确实是很久没有再重新铺设新的路面了。这确实是我们会来检讨。对呀，你看你整个路面这样坑坑洞洞的，我们特地找个比较就是空档的。不，你跟我讲，你现在自己去看这个时间点，我们永华的摩托车的停车格位是严重的不足。是。除了停车价问题改善。另外，议员嘛针对秘书处在采购集合方面，虽然秘书处办理过前届采购专业人员的训练，不过议员也是质疑流标的工程伤济。对此，秘书处回应，未来应该加强控制符合市场的行情，并且注意物价调整的指数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